07年第3題以下一個文章嘅摘錄，咁標題就係兒童不要色情資訊。問題 A， 色情資訊影響兒童嘅身心健康。咁但係啲資訊一直已經存在喺呢個雜誌同埋視像等等嘅媒體當中，點解大家更加關心佢喺互聯網上面嘅出現呢？咁答案就係兒童好容易可以上到網，咁所以好容易透過互聯網呢接觸色情嘅資訊。問題 B， 咁有啲商業嘅網站要求用戶輸入佢嘅信用卡嘅編號去證明佢哋嘅年齡，咁呢個係咪一個可行嘅方法呢？咁答案就唔係嘅，因為兒童可以偷偷攞咗父母嘅信用卡去上呢啲網站。問題 C， 咁要防止佢哋瀏覽啲網站嘅話呢，有啲咩可行嘅方法呢？咁答案就係安裝啲過濾軟件啦。咁另外，父母可以陪同子女一齊瀏覽互聯網啦，修改翻瀏覽器嘅設定，封鎖或者限制某啲網站。另外可以監察同埋記錄孩子呢就所瀏覽過嘅網站。咁譬如我哋可以去到 IE 嘅工具，然後揀個選項呢，咁再去翻呢就安全性，就揀一啲嘅限制網站，將一啲限制網站可以打咗落去。咁除咗瀏覽色情網站之外，有咩嘅途徑可以接觸到色情嘅資訊呢？咁答案就係有啲嘅電郵附件啦，或者一啲跳出式嘅視窗，啲 pop up 嘅 window 啦，有啲對等嘅軟件下載啦，譬如 BT 咁啦，亦都可以透過啲即時訊息嘅軟件，譬如 ICQ 啊、MSN 等等嘅去接收啦。問題 D， 有啲網站向互聯網嘅用戶發出啲電郵嘅郵件，咁去嘗試吸引佢哋呢去瀏覽佢哋嘅網站。咁呢啲活動叫咩呢？咁啊可以叫做垃圾郵件啦、宣傳郵件、濫發郵件，甚至可以係網路釣魚 phishing。第二，呢啲網站去點樣去收集用戶嘅電郵地址呢？通常係靠一啲嘅電郵網站提供嘅。第三，咁呢啲活動呢對社會帶嚟啲咩影響呢？咁如果正面嘅話呢，就係促進咗呢個商業嘅活動呢。咁而負面嘅話呢，就其實妨礙咗用戶正常使用互聯網。因為根據統計呢，就有80%嘅流量呢，其實呢都係呢啲垃圾電郵。咁所以冇咗呢80%嘅垃圾電郵嘅話呢，咁我哋上網嘅速度應該係快好多噶啦。